后来，这个嘉义的大埔发生着6.4的地震，当地有袂少厝，互地震摇到害去，甚至有徛过的二楼，迄个室内甲阳台之间摇出着一条大条的裂缝，都亲像一条水沟啊共款。也有这个天棚甲壁堵嘛受损严重，因为后续阁一直有余震，村民是困袂安稳，讲感觉上比921要较严重。我昨天都不敢睡觉。 乡亲拢行一条天棚，立一旁正大棚，要2楼室内空间甲阳台之间嘛立一个秘书一条沟。这个本来是密合的，今日透早，嘉义发生大地震，大埔乡大埔村的村民害一个真正力，拢惊精神。大规半世人的厝，安尼一个害，只间人家厝的楼尾顶四界拢是壁唇，有这个壁堵壁甲有够恐怖，连通到楼尾顶的天棚嘛震一个东倒西歪，壁的铁路嘛拢落落来，而且暗时呢有真侪余震，灾民拢唔敢困，讲比921地震搁较严重。有的拢唔敢困啊，拢走出外口啊。我都唔捌拄过安尼。唔捌，921嘛无遮严重。大埔乡公所内监视器嘛有记录到地震的画面。 地震害过了，天棚拢害了了。在晚上确保人都平安之后，我们在早上就开始在做全面性的盘点。好，那从昨天开始也有做这个我们的1级开设之后，那也宣布停止上班上课。大埔乡山区西新村三脚石路段嘛出现崩山，车拢袂通。地主讲西新村10外户的民众掉伫内底，工作人员透早就出动，要赶紧抢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